為期17日嘅2026香港5人冰球賽經已圓滿結束，合共16個國家及地區超過1600名球員雲集香港，切磋球技，現場氣氛熱烈，觀眾都睇得十分之投入啊！響女子組嘅決賽，由藍衫嚟自阿聯酋嘅阿布達比對本地球隊 WeHo Elite。WeHo Elite 陣中有唔少嘅港隊球員，就好似25號嘅莫希林，早前就代表香港出戰世錦賽，更加當選 MVP。莫希林響今場嘅決賽入面作出咗20次嘅撲救，但係可惜打到加時嘅時候，俾對手快攻射成1-0，未能夠衛冕冠軍。世錦賽成件事都好夢幻嘅，咁一開頭諗住係護級，但係之後都可以晉升到下一個組別，係好開心嘅，同埋大家都好努力去打比賽。Hockey 5係每年都係一個好盛大嘅比賽啦，咁有好多唔同嚟自唔同地方嘅球員啦，咁好就係當你遇到唔同地方嘅球員，你就可以增進你嘅球技，同埋切磋一下同人哋。壓軸上演嘅國際 A 組決賽，見到白衫嘅 E-Stars， 佢哋今場嘅對手係黑衫嘅 Young Guns， 兩支球隊都係本地冰球勁旅，但係細估唔到今場波嘅比數會咁懸殊啊！頭兩節 E-Stars 可以話控制住大局，好快就領先到4-0。雖然響第三節嘅初段 Young Guns 一度追成1-4，但係可惜 E-Stars 嘅發揮都係比較好，最終大勝6-2，奪得國際 A 組嘅冠軍。總結今次香港5人冰球賽，一眾香港球隊響主場都打出亮麗嘅成績，包辦咗8個組別中嘅7項冠軍，加上早前世錦賽港隊有出色嘅表現，越嚟越多青少年會開始接觸冰球呢個運動啦。我而家今年8歲，我打咗 ice hockey 已經有2年，就嚟有3年啦。我好中意打 ice hockey 係因為咧可以有團隊精神，仲有可以同嗰啲隊友一齊夾下咯。Theo 劉俊睿都有參加今次嘅香港5人冰球賽，代表高級出戰 U9B 嘅賽事，更加係協助球隊打入準決賽。佢就話將來希望可以踏上更大嘅舞台。